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Isabella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呢，就係一個好罕有嘅西貢臨海地段嘅豪宅。咁而家身處呢一間呢，就係呢一個分層臨海嘅大宅，前邊呢，好廣闊，望到2300米無阻擋距離嘅一個海景，包括就你可以望到遠望見到康湖居啦，同埋呢一個遊艇會啦。近望咧可以望到呢一個紅樹林嘅呢一個分層大宅，就面積係1652尺，係4房4套。而家我就帶大家去睇睇呢一個單位，專屬私人升降機直達停車場。呢度嘅海景安逸恬靜，唔會好似市區嘅海景單位咁見到高樓大廈。全屋採用落地大玻璃窗設計，大自然日夜之美觸手可及。得閒就可以喺呢個設備齊全嘅廚房煮下嘢食，廚具全部都係採用 Mila 頂級品牌。呢個低密度嘅臨海住宅，裏面仲有專上會所設施，包括園林雅座、健身室、茶室、宴會廳等等，共11項設施。住喺呢度真係令人身心靈都得到全方位嘅滋養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嚟呢個睇呢個威聲高臨海大宅嘅話咧，歡迎大家同我聯絡嘅，我叫 Isabella， 下次再同大家介紹另一啲新嘅樓盤。拜拜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